澳門群方會協會主辦的慶祝公益影片《笑笑回憶錄》榮獲第8屆香港國際青年電影節公益影片單元最佳影片獎，暨慶祝女主角梁頌孝與何超藍寶石婚45週年慶典晚宴，於7月15日晚6時半在萬豪軒酒家舉行，筵開多席。會長梁雅麗表示，《笑笑回憶錄》是其首次執導之作，獲得香港國際青年電影節認可，是群方會同仁努力成果。影片講述梁頌孝的故事，他是一位土生土長的澳門人，曾在老牌菜館醉瓊樓工作20多載，其後成為教師及專業導遊，並積極參與公益事務及粵劇傳承。由他執導的《麥考的印記》系列5部電影，同時入圍今屆香港國際青年電影節與第7屆亞洲華語電影節的公益影片單元。梁頌孝致謝詞時感謝各界支持，表示這份榮譽屬於每一位為影片付出心血的夥伴，期望群方會未來繼續用鏡頭傳遞愛與希望，為社會注入更多正能量。